好，来看到大家拢有即款的经验，就是网络买物件，包裹一个开开，内底包装一元，搁一元，搁会放一寡泡棉，袂输敢若是矿金搁包银，拢是塑胶材料。环保署统计讲，网络购物逐年会产生8000万的包装的箱仔，引起环境真大的负担。即马研究提醒网络购物业者，抑搁有通路业者，建议讲纸箱仔都要100%回收纸做的，若塑胶贴布的长度嘛，希望有限制。 即马伫网络买物件是真侪民众的日常生活。若甲拍开这个包裹内底，除了纸箱仔以外，内底佫包真侪盐的包装，安尼比原本要买的物件加碰真大。环保署统计讲，伫个网络买物件，逐年拢会产生8000万的包装箱仔，也是真侪这个防狼的包装材料，安尼会对环境来造成这个负担。所以即马要来研发讲，伫网络买物件包装的量爱来甲减少，嘛希望网络业者会当来配合。里面的呢，像这些填充材，它占的比例呢，不要超过整个 重量的10%。那以纸箱仔来讲，就建议业者伫个一年内爱达到100%拢是使用这个回收纸制造的箱仔。若是箱仔内这个塑胶类的、这个尖的物件，同款要要求25%拢爱是再生的材料，而且尽量莫去使用复合的材料。就连这个粘布的贴布，嘛希望莫洗伤济粘。 所以有提出这个贴布的长度，莫超过外包装长度的2倍半。其实每一个箱子的材质都是用再生纸浆来做的，会持续减量包装，而且降低包材的浪费。环保署表示讲，伫个目前的讲法是要强制规范，还是讲有法？假使若是业者愿意来配合，安尼就会来签订合约，互业者的认证。 会当互消费者来去选择包装减量，爱护地球的店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